先弹一次没关系。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是足好的天气，美妙音乐和上帝得荣耀，所以咧，咱来到圣殿敬拜上帝，音乐是上重要的，因为对主尊重的时阵，人就知影咱人所做是无够，咱的自然会去骄傲就无去，就亲像万物所受造的遮的。因嘛拢做声咧称赞主上帝。当咱用音乐来侮辱上帝的时阵，其实撒旦魔鬼因就离咱远远啊。咱因为安尼，嘛会使得到伊的保守。咱来看圣诗563首，第1节甲第2节。这5节拢共款安尼运，所以上尾是哈利路亚，伊怎悬去吼？哈利路亚是俄罗主哦，所以咱反正安怎？爱唱勇起来，唱强起来。咱来看圣诗194首，这人是真熟的，开我目睭，互我看见有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拍开主圣旨意。当我恬静在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所以，咱的目睭是要看见啥？圣经的真理。咱的耳孔要听见。听见了爱创啥？爱来传播真理福音。你才会听会到，你才看会到。因为伊才有讲，伫咱手中有一个奇妙的锁匙，这就是圣神甲咱三角地的。所以圣神感动咱，咱就了解讲，咱看安怎的圣经，当咱有需要的时阵，可能你看的圣经拄好是上帝要甲你指示，要互你知影的。伊嘛开咱的嘴唇，爱传播福音。伊互咱心会使安静，所以咱随时拢爱心便便来听候上帝的旨意，开咱的嘴唇来播扬上帝福音。咱来看194首第1节甲第2节。我
我心本本爱你之心，归我目睭。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联的话。主上帝的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主上帝的正手伫咱中间来攻击，伊毋是攻击咱，攻击这嫉妒、贪婪、怨恨、自私自利、骄傲不义。所以伊拢帮助咱，所以主的正手表示啥？关联，上帝的关联咧，拢在帮助咱。这第6节佫讲到，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裁正，伊裁正自由、仰望、仁爱，愿世界众子民当徛起得三亲，伫主上帝正手正做一体。所以上大的希望是。世界各国各族拢正做一体，会使正做伊的子民。咱来唱第1节、第2节、甲第6节。来，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光亮的话，人相处。香港马山，一座上的家就龙虎的山。第2节，主上帝家就的咱中间之手，指出了应该的路，自我安稳真用一条路，地主上的家就拉就引传。第6节，主上帝家就的人中间在前左右安平安，万世界正。这真有气来一首歌，感谢主。咱来看圣诗402首，圣诗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所以咱甲主的关系是安怎顺服？伊安怎讲，咱就安怎行。这是上重要的。你若无顺服，你就行家己的路，迄就叫歪路。来，咱唱一解。来，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过但是我仍然听你是听。
咱今日早起饮酒落到这，请咱备办咱的心。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咱得到帮赞，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创造主。咱得到帮赞，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创造主。做伙来吟圣诗来学罗咱的主，圣诗563首，圣诗563首，美妙音乐，互上帝得荣耀。请大家做伙起来唱。
咱三甲阿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主上帝，你亲像阮的老爸，你看见阮无教业的所在，提供阮的需要。你也亲像阮的老母来照顾阮、关心阮。感谢你，互台湾的疫情渐渐减轻。我们也感觉艰苦，因为这个世界有战争。有因为怨恨来伤害人的代志发生，阮的心艰苦的时，你的疼一直甲阮同在，无来离开阮。阮感谢你伫这个时阵，也是组织阮众人做伙来敬拜你。阮有的人是伫咧现场，有的人伫咧线顶，但是阮大家有缘伫一个大家庭内面。伫基督的内面，大家成做肢体，拄着欢喜的代志，做伙来欢喜；拄着艰苦的代志，同齐艰苦。主啊，阮感谢你，你的安慰、你的疼、你的祝福，一直伫阮的中间，一直甲阮同在。主啊，阮每一个人对无共款的所在来，阮有无共款的背景，对真侪代志，阮看的角度无共款。所以有无共款的意见，阮也因为人的自私，阮会讲无够远，难免阮彼此有冲突，无注意的时阵会来伤害到别人，会来得罪上帝。求你来赦免，阮也相信，因为你的疼，阮犹原会当成做肢体，彼此相疼合一，来追求共同的目标。阮要来学努力，因为阮一直看见。你伫世世代代成做阮的帮赞，你所赐的阮的福分是遮尔啊大，也超过阮所求所想的。阮为着这一切来感谢你，来学努你。主啊，感谢你来带领阮的教会，你祝福阮的教会，你伫得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求你，互阮伫即个充满变化的世界，看见你对阮无改变的疼。阮徛起的世界，因为人甲人彼此有冲突，求你互阮看见你所带来和好伫即个所在。阮会看见人甲人彼此有愿意相信的关系。你的疼会当互阮伫遮看见生命新的出路。你会互阮伫遮找到对未来的信心。阮会伫遮看到你疼的见证伫阮的中间，伫遮搁一届搁一届来激励阮，搁一届搁一届来换新阮的生命。主啊，阮看到这个世界侪侪所在，实在是需要你所带来平安。阮看见这个世界侪侪所在，需要你所带来公义。阮彼此来讲平安平安的时，阮相信，阮得到的是真正的平安，是你所带来的平安。你所赐落的平安，毋是因为有人受到压迫，毋是有人毋敢讲出家己的意见，这种虚假的平安。你所赐落的平安，是人甲人虽然彼此会冤家，彼此会有共款意见，总是阮愿意来了解彼此无共款的处境，彼此会当学习包容这个平安，是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活出家己上好的一面的平安。因为你看重每一个人，你看重每一个生命。主啊，阮相信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这个世界发生种种的代志，可能新的病毒会继续出来。国家之间的战争，毋知什么时阵会结束。阮有侪侪不安，有侪侪惊吓。求你，互阮伫这个时，毋通袂记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互阮伫你的面前做伙同心来祈祷。你会赐落你真正的平安伫阮的中间，这个平安超过阮会当想象的，会伫阮的家庭的中间，会伫阮的教会中间。会伫阮的台湾，伫即个充满不安的世界，互阮会当充满愿望，做伙来面对逐项的挑战甲压力。即时，
我也做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坐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名领到。即正对地里像伫天里，阮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咱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传迄日市，又突然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请坐。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29篇，启应文第29篇，诗篇119篇，伫圣诗的后壁。行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释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煞到永远。三个来吟圣诗，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大家做伙起来唱。
坐。三脚压下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来竞选阮来军队你，你予阮伫这个时阵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阮相信你的圣神一直在引带阮，你的圣神一直伫阮的中间，你的圣神带来平安，带来盼望。你的圣神一届搁一届来更新阮的性命，一届搁一届来提醒阮，爱有你的疼伫阮的中间，提醒阮爱追求你的话语，当心来向你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伫阮拄着病痛的时，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带予阮够额的安慰甲医治，互阮的身体得到医治来勇行，互阮的心灵得到安慰。主啊，阮感谢你，我看见这个世界济互阮艰苦的代志来发生，阮看见不公义的代志一直来发生，但是阮也相信你的圣神一直伫阮的中间。互阮有够额的信心来面对未来挑战，有对你来的信心，互阮相信，阮永远会当坚持到最后。主啊，阮感谢你，无论是阮所读的圣经的话语，所唱所听的诗歌，也是无数的讲道，阮会当对圣经一直有新的认识，阮会当对圣经你的语。重新来看见家己的处境，重新看见家己的未来，重新来反省阮家己，也求你一直来提醒阮，无论是阮的家庭，还是阮的教会，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的顶面。我也恳求你，互阮会当不断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我家己，来认识你，认识我家己的关系。互阮伫基督中来检察阮家己，看见家己无够额的所在，也求你小若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大家定心看见家己的不足，看见家己眼光是有限的，阮会当明白，阮拢是无完全，拢是有罪人。阮愿意伫你的面前定心来甲你立约。搁一届献上阮家己，甲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三个来共读圣经，士师记第2章第6节到第10节。士师记第2章第6节，约书亚解散以色列人，因就倒去家己分着的家业，占领遐个土地。约书亚活地的时，人民服侍上主，伊死了后，遐个亲目看到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伟大的事的长老要活地的时，人民犹原服侍上主。上主的仆人论的囝约书亚死，享年110岁。以色列人把伊安葬伫以法莲山区甲石山北边的亭拿西拉伊本着的土地。迄代人拢死了，后一个人起来，因毋捌上主，嘛毋知伊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4节，上主讲：看，日子得要到，我要甲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立新的约。这个约甲我以前甲因的祖先所立的约无共款。
迄个约是我牵因的祖先的手，对埃及甲因带出来时，甲因立的约。我虽然做因的丈夫，毋过因破坏迄个约，上主安尼宣告。迄个日子了以后，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搁刻伫因的心板。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上帝安尼宣布。因毋免搁教导家己的厝边甲同胞讲，恁着认捌上主，因为因对大到细拢会认捌我。我要赦免因的罪过，甲因的罪放袂记哩。上主安尼宣布。愿上帝的话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黄雅秀、龚谢玉玲、卢月文用杨万世老师所做的诗歌来带领阮的礼拜，求主眷顾。讲道上帝的话语甲信约子民。
主内春生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甲年文513岁的诞辰吼，所以咱确定有机会来做伙来回想、来纪念伊留予咱真要紧的信仰的遗产甲精神吼。甲年文家己嘛是一个足注重宣讲上帝话语的人，伊差不多逐工拢伫日内瓦所在讲道，仰望上帝话无停止，一直会当传达予所有的信徒。伊也相信，久长安尼伫遐听上帝话的人，心灵价值观一定会受到转化。圣经的话，上帝话转化人的心，转化即个族群。这故事咱可能听真多。20几年前，世界出名的翻译学者，联合圣经公会的翻译顾问Eugene Nida博士，伊来咱台湾演讲，我有陪伊去几哪个所在替伊翻译。几哪届伊拢讲起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真实发生伫非洲西部一个原住民部落内底的故事。伫迄个原住民的部落内面，约略住3000几个人，因有一个传统的宗教，伫因的一个庙寺内底藏一本200几年前祖先留落来的古册，但是迄本册无人读有，因就把迄个册放伫祭坛顶头，当作神明来拜。无偌久，白人来到因的中间，白人甲现代物质文明入侵，规个部落渐渐衰微。白人也将酒介绍到因部落内底，侪人开始啉酒，生活开始败坏，经济困难。后来有一对宣教师夫妇来到因中间，开始学因的语言，然后将因的语言变做文字，后来翻译圣经，用因的母语翻译做因的圣经，教示因读圣经，认捌耶稣。无偌久，这部落内底村民生活真大的改变，就无搁啉酒，心灵也改变，生活也改善，经济也较好势。后来就起头一间礼拜堂。这个翻译的过程 ，Dr. Nida 一直是因的顾问，所以伫几年了后，伫受难州迄礼拜，伊来到这个部落来访问，甲这个村民做伙用因的母语读圣经，也听因伫遐讲起因改变的见证。Dr. Nida 非常感动，因为伊看到上帝话进入一个族群内底，进入因的集体心灵。来改变因的生活。后来，隔日伊去别位访问，2天了后倒转来，准备要甲因做伙庆祝过活节的礼拜。无想到倒转来时阵，发现礼拜堂伫前一暗，去互人放火烧，规个拢烧去。原来本来伫遐卖酒的遐个生意人，看见即间教会，互因的生意无去。生气全放火，派叫人放火来烧礼拜堂。Dr. Nida 伫过活节的透早，甲其他的这部落的信徒坐伫咧礼拜堂内底，无厝顶，规个壁拢乌麻麻，烧甲乌麻麻。伊内心咧想，这原住民敢会失志？敢会放弃基督教信仰？敢会放弃上帝话？伫遐真艰苦的时阵，伊听见长老伫台前带众人祈祷。这个长老伫遐祈祷讲：上帝啊，恳求你赦免遐放火的人，仰望因会当悔改。也恳求上帝爱坚定族人的信仰，伫艰难中间，搁较去体会上帝甲因同在。后来，Dr. Nida 讲。伫即个族群中间，教会甲社区拢继续发展，
继续成长。听到乃达博士讲的这个故事，互咱体会到上帝的话确实有极大的气力，毋但互个人性命得到改变，伊嘛会当互一群原来伫遐拜一本毋捌的古册的族群，变做一群价值观、世界观拢改变的新的子民。总是这个故事也互咱想，这种心灵更新的运动会发生伫远远非洲原住民的部落，却伫咱今仔日现代文明的世界内底真少听到。确实，愈现代化的社会，哪像人甲上帝距离愈远。今仔日伫咱资本主义真流行的台湾社会，大家追求物质生活，咱定常讲是一个巴适的社会，大家人拢无欠缺，所以心灵的需求往往囥伫上后壁。台湾人的价值观过去佫受到这种有求必应的传统宗教影响，宗教会变做讲求这个功利，抵到迄个上帝改变的话，真恶伫进入人的心灵内底。今日咱所读的头一段经文《士师记》第2章60到10节，甲咱讲起这种的信仰渐渐啊离开的这种过程。早前的以色列的先祖，通过上帝差遣摩西引带因出埃及，脱离400年外做奴隶的苦痛，经历过红海入旷野，进入到流奶甲蜜的迦南地。伫遐咱拄啊读到，伫遐分家业、分土地，逐个人倒转去到家己的所在。结果伫即个士师的时代，甲约书亚同时代的人渐渐过往去。当新的一代领导者起来的时阵，因为因毋捌经历过去上帝为因所做的代志，因就渐渐袂记得上帝，也袂记得着爱服侍这位引带因出埃及的上帝。咱台湾的长老教会也已经150几年啊，150年前，上帝通过伊的恩典甲伊的祝福，互咱的先祖享受主的恩典。伫迄个生活艰难、肉体病痛、心灵空虚的时代，上帝福音进入因的生活，因也得到改变。但是，这个传承经过一代到今仔日，当咱的生活若富裕、无欠缺，咱的教会有时阵去用批评，已经变做是中产阶级的教会，逐项拢无欠缺。中产阶级的特性就是自我满足，家己感觉家己逐项拢够野，靠家己逐项拢会当做。伫这种处境内底，上帝话是毋是愈来愈恶劣进入现代人的心灵？近代有2位神学家对这种现象，甲咱做分析。头一位是Paul Tillich田立克，伊提出真要紧的概念，就是关联的一个信仰。伊讲上帝话要对人产生气力，一定要甲人的生活经验有所关联。人要家己感受到我需要，我有问题，我有实存的困境，我有问题的时，这个问题发生的时阵，上帝话才会当产生意义，来甲伊产生结连。这个概念后来下一代的神学家，哈佛大学的教授 Harvey Cox 也用一个真趣味的现代人的经验来回应这个体力的这个概念。伊讲确实，生活伫世俗化的世界内底的人，真恶伫体会上帝话。Harvey Cox 安尼举例讲，伊讲教会常常足积极去到外口的市场、外口的大路，伫遐大声共宣扬，讲耶稣就是答案，
你爱答案吗？耶稣就是答案 ，Jesus is the answer。伊讲，伫遐过路的人，可能甲你回答讲，我也无问题啊，你互我答案要创啥？我连问题都无，我拢 OK。所以，这两位神学家提醒，上要紧的关键，今仔日上帝话要进入现代人的心灵，上要紧的关键，就是爱帮助人去体会到家己是需要答案的人。体会到家己需要新的意义、新的人生的方向的人，若无感受到家己是有问题，上帝话无法度成做答案，无法度成做有意义的话，来进入人的困境甲问题的中间。过去这2年外来，春生牧师甲牧者团队。对咱来宣讲出来及其的信息，出来及其确实是以色列民族上要紧的宗教经验、历史经验。伫咱听见的这真侪信息中间，其中一个足有意思的所在，就是讲起讲，咱必须是一个自由人，才会当真做甲上帝立约的人。结果咱知影。当咱认真思考的时阵，咱会发现，咱其实是无自由的人。咱去互帝国的生活方式捆绑，咱互帝国的世俗的价值观捆绑。伫埃及的迄个生活方式，互以色列人无法度做自由的人。结果对上帝无自由，对他人也无自由。对家己可能嘛无自由，无自由的意思就是咱活伫一种受掠的情景内底，那像以色列人受掠去巴比伦共款，咱也互世界价值观、个人主义、权力、欲望所掠，咱其实毋是自由的人。所以要认捌上帝话甲咱的关系。咱大心爱可能去思考的是，咱敢知影咱家己是受掠的人，还是咱家己掠做家己是自由的？知影家己是受掠的人，就可能被改造，就可能甲上帝定心立约，当成做新约的子民。咱今日所读的第2段经文，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是一段真有意思，回应咱今仔日的处境的一段经文。咱知影先知耶利米会当讲是先知中的先知，有人讲伊是目屎的先知，用哀哭来表达，伊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伊对上帝话是有感情的。伊讲会晓哀哭，才知影你是。知影家己的困境中间，伊的时代是北国已经灭亡，南国犹大拄着重大的灾难的时阵，伊见证以色列百姓历史的转折，就是公元前主前587年的时阵，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去互巴比伦帝国攻破亡国。伫迄个大灾难的中间，耶利米伫头前邀请以色列人爱会晓哀哭，爱会晓为着家己的困境来定心认捌家己受掠的这个过程的经验。一直到30章开始，对30章开始，耶利米承接伊先前的先知，特别何西阿。甲第2以赛亚的这个信息，伊开始宣讲安慰、愿望的信息。所以30章甲33章有真侪学者讲，是一本愿望的小册，嘛会使讲是一本福音的小册。伫这段经文内底，耶利米以色列人解说，为什么因需要受苦，为什么因会受掠。
灾难对因的意义是甚物？另外一方面，伊也想要帮助因重新站起来，特别是遐经历受掠巴比伦经验的人，这个人用耶利米的话来讲，已经去互上帝改造过啊。啊，是用搁较诗性的话来讲，这个人已经哀哭过啊。哀哭过的人，上帝愿意互因重新开始，会当甲上帝重新立约。所以为30章18节到24节，伫遐上帝就应允，伊要主动将伊的疼甲怜悯赐予以色列人，带来新的机会。到31章1节到26节，伊伫遐讲上帝永远袂变的疼，要搁一届临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伫遐特别讲起伊的信息核实。旧约圣经内底上关键的一字，上帝信息无变的疼，核实就是上帝要立约的基础。上帝要赎回伊的子民，要互因重新得到自由，互因转去故乡。到31章27节到30节，伫遐讲起伫新的时代，每一个人拢爱必须为了家己所做的决定来负起责任。换一句来讲，每一个人拢爱家己做出约的决定。对遐就正如咱今仔日会读的这个经文，31节到34节，为了要建立这个新的群体，上帝应允，伊要甲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的约，就是一个新的信仰的关系。伫咱今日读的经文内底讲起，这个新的约要写伫因的心的顶头。旧的约是写伫石板顶头，是10条诫；新的约要写伫人的心内底。心这字伫希伯来文是单数，是指人格，人咧做决定的部位，也就是人格的位置。所以，伫这个新的约写伫心的顶头，意思就是人顺坦上帝，毋是因为受要求爱安尼做，是因为因家己已经产生认同，家己想要安尼做。对上帝认捌，甲上帝对上帝回应，已经毋是外在要求，是一种内化的经验，变做一种内在自然的反应，已经表现伫信仰的认知，甲信仰的良心顶头。伫这个新的约内底，耶利米佫接续落去讲，逐个人拢会认捌上帝。伫遮讲的认捌，毋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律例。伫遮讲的认捌，是一种人格的关系，愿意认同上帝，也认同上帝的要求。经文内底也提起，这个约是要为大到细，对上细到上大的人，拢会当分享的。所以，这个约是一个普遍的约，团体的约，是一个无特权、无阶级的约。任何人只要愿意，拢会当进入这个约内底。经文到最后，伫遐讲，这个约是建立伫上帝赦免的基础顶头的。伫遐讲，我要赦免你，我也要放袂记咧你过去所做的。这个赦免甲这个救赎 ，forgiving and forgetting， 是上帝约的基础。这个基础真要紧，因为伊拍破旧约迄种咱讲赏善罚恶迄种的恶性的循环。过去以色列人的经验，犯罪、处罚、悔改，搁犯罪、搁处罚、搁悔改，这个恶性的循环要慢慢拍破。约要建立伫上帝恩典的基础顶头。伫遮所讲的对象，就是遐愿意受改造、进入新的约的遮个人。对遮，咱也要来看
今仔日咱所体会到咧讲的即个新约，还是讲刻条伫心的约，到底代表什么？对咱有甚物款的启发？而且我要提出3点，甲大家分享。头一个，即个新的约表明，咱甲上帝关系必须时时更新、接受改造，要不断向前看。旧约学者布鲁克曼甲咱提醒，伫遮旧甲新，咱毋通掠做是敢若咧讲旧约甲新约的关系，还是讲犹太人甲基督徒的关系。伫遮的旧甲新，是咧指同一个群体内底两种人，一种人是进前背叛上帝、活伫旧的生活方式内底的人；第二种是以后愿意接受改造、更新立约的人。所以伫遮咧讲的新的约，毋是讲咱今仔做基督徒，咱已经自动活伫新的约的状态内底啊。伫遐新甲旧的比较，是伫迄个主前587年受掠的经验的进前甲后壁两种的无同。所以伫遮耶利米咧讲的迄个新的约，代表的是一个愿意受改造、愿意更新、愿意承担责任的即个新的群体。即个新的约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伊毋是已经完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需要更新、重新建立的过程。咱亲像有时阵，咱亲像以色列人会过头挖靠一种血缘的关系、族群的关系、家族的关系，来讲起甲上帝的关系。我是列祖的囝儿，所以我自然就咧约内底。咱有时阵嘛会讲啊，阮兜阮阿代拢是长老做长老的，所以我嘛是咧约内底。我是第4代基督徒，所以我嘛是咧约内底。即个耶利米咧讲的即个约，挑战咱重新去思考，毋通自满。认为讲咱已经经过旧约啊，行出旧时代啊，所以咱早就已经是属于新约的子民。其实，咱只要停落来看咱家己，咱就知，伫咱的中间，新的群体还未完全实现，是咧形成中。所以这段经文咧提醒咱，虽然咱是基督徒，已经活伫所谓新约的时代。咱嘛有可能还阁活伫旧的约、旧的信仰形态内底，需要更新，需要改造。布鲁克曼提醒咱，上帝对咱的应允，无应该互咱变做骄傲，还是自满，是不断对上帝有真实感恩的心。第二，要进入新的约，这段经文提醒咱。要经过一个自我反省改造的过程，也就是讲，信仰会当内化再造的过程，是咱用咱现代较爱用的语言，是一个心灵重建的过程。咱的心灵需要重建，这个过程是一个对外进入到内底，互内底更新的过程。真有意思，是我读到一个小故事咧，讲起咱今日这段经文。一位犹太的律比，甲伊学生做咧讨论耶利米31章。因两个咧讨论的时阵，使用的是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本。所以这个学生就真趣味，伊讲为什么大多数英文的翻译本将这节翻做讲？我要将我的话放伫因的心上的时阵，用的语言是 on their heart， 毋是用 in their heart。学生咧问个律比，
为什么圣经要翻译做讲要将我的话放伫伊个心的顶头，毋是放伫心的内底 ？On their heart, not in their heart。列比想想的甲回答讲，即个律法要写伫因的心的顶头，是因为心还未拍开。心若无先拍开，话就无法度进入去到心内底。伊讲 ，the heart must break first, then the law may enter into their heart。而且咧讲的是即个内化的过程需要一个转化。咱的即个心有时阵真定，还是咱即个心受束缚？咱的心去互世俗的价值观，去互意识形态，甲咱绑掉咧，直到咱无法度去接受上帝话的真正意义。这个过程是一个需要咱去努力，可能需要不遮长的过程，愈来愈学习的过程来完成的。伫拄拄过去6月，台湾新人院的毕业典礼，我受邀请伫遐讲道。我用马太福音11章2050到2080伫遐讲道。真有意思，迄段话，迄段经文内底，耶稣安尼讲：爸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个事对遐聪明有学问的人拢暗藏起来。毋过对细汉囡仔就启示，甲因启示。而且耶稣讲，对聪明有学问的人暗藏起来，颠倒对细汉囡仔，也就是指灵性的婴仔，颠倒启发出来。我想，伫遮耶稣毋是咧反对知识，还是反对学问。嘛，毋是要鼓励讲咱做无知的人，敢若囡仔安尼。耶稣是要点出，有学问、有权力的人，往往会变做骄傲、过度自信。这颠倒会阻碍人接纳上帝国的福音。颠倒伫社会低层的这些卑微者、边缘人，因真容易就会体会到讲，我是需要福音的人，伊足紧会当认出上帝国慈悲的本质。对伊来讲，福音正讲就是好消息。相对的，家己掠做聪明、自满，还是徛伫权力的位置的人，往往真恶得去认出上帝国的福音。耶稣的感恩祈祷提醒咱，咱着学习对社会基层，还是边缘人的观点来认捌福音的本质。伫迄届讲道内底，我有特别引用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伊伫《狱中书简》内底写的一段真要紧的话。迄是伫伊参加反对希特勒的即个独裁的政权的10年了后，伊所写的，所以迄段头前的大主题叫做10年以后。这10年，伊咧反省这10年，伊的经验。伊安尼这段话，伊安尼讲，伊讲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经验。咱头一届学习，会当对基层来看世界发生的代志。对遐去用赶走、去用怀疑、去用歹款待、无力、受压迫、受见笑的这个人的观点来看世界。简单讲，就是对受苦的人的观点来看世界。伊讲，只有安尼，咱才会当对什么叫做慷慨、什么叫做人性、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慈悲，更较清楚认捌，更较轻条伫这道理。潘霍华最后安尼讲，咱爱学习苦难，个人的苦难，可能是一个更较好的锁匙，互咱来解说圣经。
比一个人好命搁较有意义的一个原则。潘霍华这段的短短话，常常去用提出来讨论放大，因为真宝贵。咱会记得潘霍华家己的出身，潘霍华伊出身伫一个古纳代学术精英的家庭，为细汉就过高尚的生活，为细汉拢为伫迄个艺术的品味内底。伊为细汉就学 piano、学 violin， 上好的学术的教导。伊毋捌经历过家残的人的经验，总是伫人生最后12年，包括伫大学神学院过简朴的团契生活，特别最后关家伫监狱内底去甲社会侪家残的人做伙生活。伊讲我头一届体会到用家残的眼光，定心来解读世界，来解读耶稣是甚物人。这就是上好解说圣经的锁匙。各位兄弟，甲上帝立约嘛是安尼一个过程。上帝话要怎样内化入去咱内底，是需要经历才会改变。咱愿意成做一个受塑造的人，愿意用开放的心，除去旧的观念，学新的观念。教育学者甲咱讲，教育就是 to learn and unlearn， 去学新的物件，但是嘛爱 unlearn 就是甲遐毋对的观念、过去有偏见的观念，甲除去。咱今日活伫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内底，咱可能永远徛伫即个角度的时阵，永远无法体会到福音的迄个意义。总是当咱有机会徛伫家残的人的眼光来看代志的时阵，咱的眼光会用拍开，锁匙迄支锁匙，甲咱的心门拍开，咱就会当互上帝话开始对咱产生意义，也甲咱产生关联。最后，这个约要带予咱基督徒真实的自由，真实的自律。加尔文安尼讲，当律法进入因的心智甲心灵内底的时阵，人的心会受规范。那亲像圣神进入因的心，互因欢喜甘愿顺坦上帝的心意。伫伊的基督教要义内底，阮也甲伊拢安尼来表达，一个互上帝话进入伊的心内底的人，就会欢喜甘愿来顺坦上帝的旨意。新的约毋是带予咱搁较侪的束缚，新的约要互咱得到自由。迄个自由是因为咱已经欢喜甘愿要用上帝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奥古斯丁这位初代神学家，伊用一句话要表达耶利米伫遮讲的迄个新约的精神。伊讲：你着听上帝，做你所爱做的。Love God and do what you like。当咱真正听上帝的时阵，已经将上帝心意放伫咱内底的时阵，咱所爱做的代志，就是上帝爱咱所做的代志。咱袂阁活伫一种行东行西、别骹别手无自由的生活中间，咱无阁受束缚。迄个真实的自由，是因为咱知，咱已经活伫上帝约内底。这个约既然刻条伫咱的心，咱就好好听上帝，来善用上帝予咱的自由，诚做新约的子民，要引带咱欢喜甘愿来实行上帝旨意。这也是耶利米伫这个新的时代提醒咱、帮助咱来学习的所在。咱做伙额头来祈祷。
温馨疼痛的上帝，阮通过耶利米的话，思考怎样成做甲你立约的新的子民。恳求你将新的眼光放伫阮的内底，也互阮知影，甲你立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阮必须不断伫你的话内面受改造、受更新，心灵重建、塑造。恳求你引带阮兄弟，拢愿意加入伫即个新约的子民的团体内底，不断伫主你的话内面受塑造、成长。也因为安尼，阮通伫即个新的时代做你的囝儿，活出水阁好的见证。阮将阮每一位交伫主你的手，求你引带带领。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是三角来因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22首，圣诗22首，祝上帝遮手，请大家做伙起来唱。咱为着下面这三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第一，为着田勇教授加入本会团队甲服侍；第二，为着主要儿童主要少年团契恢复实体聚会，咱来祈祷。第三，为着宣教师管胡牧师登去缅甸的宣教遐所在探查来祈祷。这是请大家做伙来祈祷。
请许庄庄技师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奇妙的引带，互陈友恩教授教阮这南教会男人剩下甲教育牧师。求主连接大家三甲同工，求主使用阮教授伫剩下甲历史下的运数，帮助这南教会伫信仰上得到成长。也会当甲社会对话，关心台湾。感谢主，疫情渐渐好转，求主保守教会的细汉囡仔、家青少年，毋受夕阳的伤害。实体聚会恢复以后，继续来教会参加主日学、甲团契，对主的话得到快乐。求主也保守讲互牧师，转去缅甸宣教的所在调查，有主的稳定甲力量同在。也求主，互阮常常纪念讲互牧师，因祈祷支持因甲伊的全家。阮安尼祈祷是奉主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奉献。请大家做伙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请咱来掀开周报，通知的事项。7月份的第外长老是陈恒志长老，今日是嘉义门诞生513周年的纪念礼拜。咱伫这是来举行纪念礼拜，2场礼拜联合伫9点来举行，请到陈永文教授来讲道。礼拜煞，咱伫礼拜堂即摆是Part 1，佮有Part 2。
就是要举行特别演讲，原理伫世上掌权，对心灵中建到社会转化，请大家来做伙参加。中昼有准备水煎包。另外，就是本会甲总会8月份开始，聘请台新的电影教授来担任本会的先学甲教育牧师，总会特约的研究员，也请为着第二牧师伫本会甲总会复赛来带导。伊就任的时间，就任礼拜是伫8月21号的下晡3点。这时阵想请大家做伙，咱来欢迎地用牧师来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服侍，咱做伙拍拍来欢迎伊。第二就是马可福音的信息，7月17，牧师团要开始讲马可福音的信息。马可福音是一本对第一本写的福音书，伫个耶稣过活了35年间来出现。第一批的读者，读这个册人是拄着伫罗马帝国的迫害上艰苦的处境，因要为着因的信仰，为着耶稣做出来决定。所以基督徒爱认捌耶稣是啥物人，明白耶稣的信息内容，明白因愿意牺牲的这个信仰的信是啥物？所以咱今仔日犹原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耶稣是啥物人？咱爱怎样来回应伊？第三就是7月份的太泽基督会，每月份第2个礼拜3来举行，请伫传颂、敬慕甲基督中来为着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上帝同行，做伙来祈祷。时间是7月13号暗时7点半。另外，就是本会伫每月第2主日是月定的奉献日，请大家为着像这个圣经讲，咱按照家己的心意来关注。另外，就是第5点，太钢部落贝加农场盒装水蜜桃的销售。